华视台语新闻杂志继续要来讲马戏团。过去拢是以动物做主角表演特技，但是随着保护动物的意识愈来愈悬，即卖马戏团拢改换特技的演员就场。台湾有一群挑战极限的少年人，创立福尔摩沙马戏团。创团的初期只有3、4个表演者，到即卖已经有19个团员了，嘛是台湾第一个登就英国爱丁堡艺术节、甲法国外亚维农艺术节的马戏团。这回来看因精彩的演出。贴罗汉贴到3个人的高度，迄才是变高啊！变1人2人，对这特技演员来讲，拢是真简单的。这是你熟悉的马戏表演，但是可能也毋捌看过，甲这动作特技用入日常的生活中，佫会变成什么款？用水桶啊倒头栽，人体正做3件的配件工具。2019年11月，福卡福尔摩沙马戏团登上维吾尔国家艺术文化中心，用实验性剧场的方式挑战观众，想象极限。也让观众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马戏。它其实就很像在实验室一样，你就是必须要一直不停的试，你才会你不会知道答案是什么，在你开始做之前。会不会就是昙花一现，一次就没了？演完大家不喜欢，好票房不受欢迎，那再也没有重演的机会。但是事实证明这一次是很成功的。马戏源自18世纪欧洲，将各国的技法艺术以及动物结合杂技表演，体现伫观众眼前。但随着动物保护意识抬头，加由演员上阵。空中倒栽、射箍啊、Q6杂技，2012年成立的福卡团员平均年龄无到30岁。团长林志伟因为家境贫困，10月被送入复兴剧校练一身的好功夫，但是毕业了后才知影原来这条路无好行。到处的去接案子，就是你想得到，比如讲以前我在台湾民俗村演出过宜兰童玩节，去拍广告。去当替身，然后去上综艺节目录影，因为我们很好用，因为我们会翻跟斗，又会丢杂耍，然后又可以叠罗汉，想要干嘛就随时干嘛，然后要翻跟斗都可以在柏油路直接翻跟斗，因为拍广告嘛，然后自己就回过头来想，明明我们这么厉害，一出来一个后空翻就可以得到那么大的掌声，为什么我们永远成为别人陪衬的绿叶？No, no, I should never give up and no, I should never.2012年，福尔摩沙马戏团首部作品《初一十五本色》，林志伟慢慢加做团内经济枝条，对表演者变成经营者，开始到处装进。我自己就一路上淘汰我自己，从一个演员，当我要去做这件事情，我必须要把我自己先淘汰演员，然后变成编导。导演开始想节目，自己到底能给你们什么啊？自己又淘汰掉了自己，然后到了这个位置，就是我都会说，当我还会丢7颗球、丢7个圈的时候，当我还会后空翻做这些的时候，我被迫要离开这个职务去做这件事情，只是我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去完成我自己的梦想。中昼时，体会厝内面有传来轻快音乐。来哦，排练喽！写着福卡的大货柜，嘛暗中小机关，团员对铁柜内面跳出来，展现拿手的本领。另外，马戏一定拢有的，就是甲观众的互动。
经历流浪，2014年赴摩萨马戏团搬到社子岛，场边发予司令的是副团长陈冠廷，对创团就追随林队委的脚步。即马呢，伊是退基伫幕后做编导。慢慢的在做秀导跟幕后这些事情，可是我还是持续的在维持自己的身体跟自己的专长上。个人专长如果需要我这个专长，还是得我。我虽然一开始是喜欢当一个演员，但我觉得你要当一个更好的演员，需要这一块来帮助。然后一样，因为我曾经当过演员，所以我会知道演员需要跟演员该怎么样训练。一个拍领导贴罗汉，江夏背后却是演员惨痛心酸。对剧校无规式训练，早时5点半起床，然后暗时10点半才会当休息。陈冠廷慢慢下加筋大力气。其实最常让人受伤，对，就是高空跟翻跟斗。我们也拍了一个作品叫《亚洲之星》，然后那一次的训练过程中也受伤，也是韧带撕裂。对，那个时候手肘，因为手肘举起来是这样嘛，然后假如这边当手肘，我那个时候小手臂是这样掉下来，就这一节是这样。但是这15档练出的14基本功，互伊哋拢无准备，就会当来一段无啊表演。有礼貌先生，你们团可不可以出一个节目？所以就想一想，哦，他就想到我，你可不可以几月几号的时候排一套帽子节目上台？我说哇，我都还没有演出过，都还在练习过程，你就突然要排一套节目。然后我后来想想，好吧，给自己一个目标，然后我就做了。然后上台之后，然后主持人就突然，我们邀请下一位，他们也不知道讲什么。好有礼貌啊，就出来了。然后后来就开始有人在说啊，有礼貌先生什么的。伫空中抛接球铃啊，收放自如，互人看甲目睭拢无腻。27岁宋家静是副卡内面球铃啊好手，国小6年开始接触，嘛伫19岁迄当中就中国达人秀，2012年摕到世界冠军。因为我练的东西是扯铃，然后扯铃在马戏里面也算是杂耍类的，然后我也希望我不单只在台湾，我可以在世界各地这样跑，所以我也在同时如何经营自己的品牌，自己的东西。我知道马戏的演员用身体的寿命其实没有很长。马戏团内5项总量，各个心怀绝技，8当来火卡成长壮大，团员队3个人8成19个，嘛争做台湾第1个。登上英国爱丁堡艺术节，甲法国的外亚维农艺术节的马戏团。那其实能在巴黎市表演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，因为同一个晚上可能有好几百场的秀，我们是其中一场，所以能打进巴黎市的那样的一个剧院去做演出，其实是很难得的。除了带领团员行出国际，林志伟看甲愈悬愈远，开始走访校园做教学，推广马戏文化，想要把台湾的特技产业链串起来。可能真的因为我是一个演员出身的，所以我更希望说他们的退场机制是什么，我希望去把他们建立出来。所以为什么要做教育？当这些演员30岁不能再翻的时候，有些人对这个有兴趣，他是不是就可以回到变成他在负责做教育推广的事情？他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待到50岁。像我觉得 FOCA 任务非常重要，就是不仅仅是在做好的作品，所以我们同时也在做很多校园推广，利用工作坊或是利用讲座的形式来更新大家对于马戏的观念，然后其次我们再做表演，让他们看到真正现在当代马戏的作品有些什么样不一样的形象。用会马戏精神，透过一场一场精彩演出，迄条观众的笑声甲掌声，一定热爱表演的少年人，挑战梦想，唔惊失败，嘛抱着唔惊死的精神，和台湾的马戏登上国际舞台。我觉得喜欢表演的人，大部分的人都不是为了赚钱，是这个舞台上面可以给我们另外一种感动或者是慰藉。演员们在台上凝聚出来的那个氛围是非常可贵的。因为表演实现我梦想途径，然后也因为梦想而实现我的人生。福尔摩沙马戏团的成员一直在突破极限，挑战梦想，嘛祝福这群少年朋友继续伫个舞台顶发光发热。后一段节目，台湾的公益团体至善基金会伫中国云南的丽江启动幼儿照顾的计划。